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化债，聊一聊地方债。根据这个财政部以及这个各机构公布的数据，今年前3季度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8.54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到9月份这9个月全国发行地方债将近9万亿增长了27%。那这个钱花哪儿去了呢？化债到底化成什么样了？这个第一财经日报今天有篇文章叫前3季度地方借钱约8.5万亿元花哪儿了？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化债都花成什么样了。我的印象中这个10万亿化债好像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吧，正好也1年了。当时咱们的结论是，这个地方债恐怕是越花越多对某些制度不改的话这个第一财经他说为了稳投资、防风险，地方政府依法举债规模继续创新高。当发行接近尾声，举债增速逐步回落。根据财政部及机构数据今年前3季度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约8.54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地方政府合法借钱渠道基本来自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了稳经济，今年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地方政府发债进度明显快于去年。什么叫靠前发力简单点说就是在年初第1、第2季度就发力了。以往经常到第3季度、第4季度一看不行了，来把猛的，对吧？前面是按部就班，后面来一个这个赶进度，一般是这么搞法。但是今年因为不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嘛，对吧？种种不利因素所以决定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前发力，就是在第1季、第2季度尽量把子弹，对吧？全打出去。所以说地方政府发债进度明显快于去年，这也体现在今年前3季度地方发债借钱规模创新高，且保持2位数增速。他给了一个图今年以来地方借钱规模并不小。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地方政府广义财政收入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和地方政府基金预算本级收入之和约10.75万亿元，而前8个月地方借钱规模7.7万亿元，占广义财政收入比重的72%。上述广义财政收入并未包含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及举债收入。那么地方举债8.5万亿究竟花在哪里，对吧？这个钱是怎么花的？你又借了8.5万亿干啥去了？综合官方及机构数据分析显示，答案是约60%资金用于偿还旧债，借新还旧近40%资金则用于投向重大项目建设。就是我比较通俗的理解还旧债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借新还旧。投向重大项目建设呢，40%，那这个是拿来分的。大家也不忙，也别白忙，是吧？大家都缺钱，这个钱一下去，对吧？就是从大河放下去，各条小河慢慢的也有了水。根据财政部及机构数据，今年前3季度地方政府发行的8.54万亿政府债券中，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发行约4.19万亿，同比增长约69%。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约4.35万亿元，同比增长约3%。所谓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简单的说就这笔债券资金是用来偿还旧债的直接又把旧债兑付出去，所以这个钱没有什么花头没有什么油水这是纯粹是还旧债。这包括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到期的政府债券本金，就政府过去不是借了债吗？发行的债这要到期了没钱还了，所以新借一笔债还这个债。还有以及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形债务，此举主要是优化债券期限结构，缓解地方偿债压力，也就是把这个以前地方政府的隐性债把它高息变低息，因为它举债的那个发债的那个利息还低一点，地方政府借的那个隐性债务那个融资成本高然后把这个短期变长期，地方政府各个平台的隐性债务恐怕都是2、3年到期的，现在给它变成10年的或者5年的，短期变长期，高息变低息，降低地方政府的这个隐性债务。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咱们以前就说了，这个隐性债务你都不知道有多少，那结果一定是越花越多。化债嘛，你化着化，你以为这隐性债务没有了，明年突然又冒出一笔出来，没完没了。
除了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外，主要还是用于重大公益性项目建设，以稳投资、补短板、稳经济。这个稳的，我看主要是婆罗门的经济啊，要不然婆罗门那也要吃饭呢，那就靠这些重大工程吧。那个《红楼梦》里面贾政对吧，外放以后啊，这不是学政嘛？哎，回来以后就升官了啊。皇帝就封他一个叫工部侍郎，哎，就是大概是工部的一个副部长。副部长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他是管皇家这个形象工程啊，重大献礼工程，就是监督修皇陵。那你说这个工程多大？耗资巨大啊！这么大一工程在贾政手上，所以马上你就看见这个贾家那些子弟托人，对吧？什么贾云呐，就开始托人想去包个工程，去分包一个工程啊，就够他发家致富的。这个贾云呢，他马上就开始找朋友，先搞资质，对吧？收购个小公司，哎，我有这个资质，能接皇家园林，能够修皇家陵墓，某个工程啊，对吧？然后再去通过找贾政。当然了，这个贾云是托王熙凤，王熙凤居然还拒绝了，为什么呢？王熙凤拒绝的理由很有意思啊，他说啊，我们贾家自己的事情我可以交给你去办，但是这是国家的事情，国家有国家的典章制度，我插不了手，对吧？实际上把这个看明白了，就知道婆罗门是怎么赚钱的。你没有这个重大工程，那下面这些人怎么赚钱呢？怎么吃香的喝辣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举债啊，一部分是偿还旧债，那还有40%用于重大公益性项目。我理解的啊，公益性项目就是你不要考虑投产比，对吧？你不要考虑赚钱，是公益性的嘛。修广场，对不对？那个反生椰子树，那都是公益性的，那你还指望那赚钱是吗？所以我认为这40%实际上就拿去啊，方方面面都缺钱花。这文章说啊，通过前序数据不难发现，今年前3季度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大增69%，而这主要是今年2万亿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券，基本上在上半年完成发行所致，这也成为带动今年地方借钱规模快速增长的主因。另外，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今年前3季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中，特殊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2万亿元，这笔资金被市场认为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及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因此，加上前述4.19万亿元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今年前3季度实质用于偿还旧债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5.39万亿元，占发债总额比重63%，借新还旧一共是5.39万亿。今年大量政府债券资金用于借新还旧，尤其是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化债取得明显进展。财政部部长蓝福安近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截至今年8月底，地方政府已经发行了4万亿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可节约利息支出超4500亿元。蓝福安表示化债打通了资金链条，地方腾挪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时间、精力和政策空间，用于解决经济发展的堵点、痛点和难点，增强了地方发展动能。另外，化债还推动了融资平台加快退出，改善了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显著降低，这都是借新还旧啊。那么今年前3季度，除了超60%资金用于偿还旧债，剩下的约40%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就是大概3.15万亿啊，则投向重大项目建设，其中又主要以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约2.5万亿为主。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啊，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今年前3季度地方政府发行的用于项目建设的2.5万亿新增专项债项目中，约28%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基础设施。现在各个地方产业园不都已经饱和了吗？很多地方产业园招商都是零租金招商，卷成这样了，还要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约18%投向交通基础设施，约14%投向土地储备。土地储备就是准备把这地啊从这个工业用地收来，或者是农业用地征收过来，
然后做一级开发，完了之后变成商业用地或者住宅用地，再把它卖出去，也就是政府发债有一部分钱用来干这个。约12%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约12%投向医疗卫生、文化旅游、教育等社会事业，约6%投向农林水利等。在上述专项债资金助力下，一大批公益性项目开工建设，带动基础设施投资保持稳定增长。别的不说了，公益性项目那就说明你也别指望它能还这笔债啊，以后还是借新还旧，因为它也不产生收益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8个月，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2%，这高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5%啊，2%显然比0.5%要高啊，高得多。不过基建投资增速较前期有所放缓。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为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推进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达5000亿元，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根据年初国务院安排，今年全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发行规模上限5.2万亿元。而前3季度实际发行规模约4.35万亿元，占全年发债总额比重84%。这意味着今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发行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比较关心4季度中央是否会出台增加地方债券发行额度增量政策。就是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子弹已经打完了，还剩16%的子弹，那最后这一个季度就是10、11、12这3个月，如果不新增子弹的话，那这3个月是不是 GDP 就达不到预期啊？你想想，对吧？它只有16%的子弹了，你就是上重大工程也没钱了。也就是说积极财政，那到这儿后续发力就没那么大了，那就意味着增速要下滑， GDP 各方面都要承压，前面冲得太猛，后面没劲了。这就是潜台词啊。然后就说那就看这3个月上面还出不出政策。说接下来这个第一财经报道，他说目前业内一些专家建议可以优先考虑将明年部分置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额度提至今年4季度发行，以进一步缓解地方偿债压力，叫延吃卯粮。那这今年第4季度没子弹了，那我们把明年第1季度或者第2季度要发的债挪到今年来发。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近日建议，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增发1万亿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通过存量债务风险缓释来改善地方活力和地方流动性压力。这个财政部部长在上述会上表示，下一步继续落实好一揽子化债举措，提前下达部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靠前使用化债额度，多措并举，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债是越花越多今年4季度要花明年1季度的钱，那明年1季度就花2季度的钱，到第3季度又没钱了，那就要花2027年第1季度、第2季度的钱，这样就往前赶。这个最终化债结果我们也很难看到全貌，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表象。你比如说天津的这个117大厦复工，这个已经烂尾10几年的117大厦，中国最高烂尾楼项目，它能复工，烂尾了10年，2015年好像开始，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化债，这个高度接近600米，世界据说建成以后是世界第2高楼，中国是第1高楼，总投资接近200亿，这就是化债的成果。是不是把它建好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建好以后它能不能赚钱，对吧？200亿扔在里面，还要多少钱维护？现在5A级写字楼、5星级酒店，对吧？各种高端的商场，是不是都不行了？看看万达就知道了。一般像这个高楼它多少层到多少层是写字楼，多少层在多少层是酒店，一般的是这么安排。对吧？这是其一就是你花了这么多钱把它建完，后面它能不能盈利，还是说是个窟窿，永远往里垫钱？第二个就是对吧？这个贵州那个水丝楼烂尾了也多少年，现在要给它改装成一个酒店，据说这个11还挺火。当然了，这个都是媒体报道提前报道的。红星新闻10月2号报道，从烂尾地标到爆款酒店，天下第一水丝楼重生更需重服务。这个红星新闻说
水丝楼的重生，既是贵州生态康养旅游资源的成功转化，也是烂尾资产盘活的典型案例。但热潮之下，更需保持清醒。酒店地处偏僻，且网络上已暴露部分管理问题。国庆的火爆不代表长期的稳健。地方政府如经营者，若想让这份风光延续，让独山经济旅游实现长效发展，不能只盯着眼前效益。真正的转型成功，不仅在建筑功能的转变，更在于服务理念的升级。地方政府需扛起责任，跳出重政绩轻民生的旧思维，将旅游发展的重心放在服务上。实际上啊，这都是在国庆节前媒体发的文章，就是独山县水丝楼从烂尾地标到爆款酒店。我们从这个国庆期间啊，这个文旅部、铁道部还有什么商务部发布的这些数字来看，今年国庆长假又是人多了，但是人均花费下降13%，对吧？我记得人均每天花费只有114块，这就是全国的啊国庆节一个消费情况。你说那个独山县水丝楼那个酒店居然还能住满，这开的是国际玩笑啊！这个根据携程啊还有美团公布的数字，很多景区的酒店入住率只有70%，就是11长假，大家都带着帐篷住在外面啊。你涨价我就住帐篷，怎么就到了那个偏僻的啊贵州的独山县，大家就住这个上千块钱一晚上的酒店了呢？水丝楼呢？这个水丝楼啊，从烂尾楼改成酒店，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正赶上这个现在的这个游客啊，消费者，人家拿脚投票，人家现在不惯着，不是住车里就是住帐篷里，看你能怎么样。这个啊，独山县的水丝楼本来烂尾了，结果又哪儿来的钱给它改成酒店了？这就是化债的功劳。我们再看啊，第3个案例。2025年10月9号，国庆长假刚过，上班的第一天，甘肃白银市的很多群众啊，发现他们天天乘坐的公交车久等不来啊，大家就着急啊，也赶着去上班啊，上班第一天呢就迟到，不合适吧？赶公交啊去上班，结果发现公交车来不了，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媒体报道啊，2025年10月9号，甘肃白银市多条公交线路因欠薪问题出现停运情况。根据当地公交司机透露，自6月起，他们便未收到工资，且养老保险已断缴4-5年。此前，公司承诺国庆节前发1个月的工资，但截至10月8号仍未兑现，司机们无奈选择不出车。10月9日15时许，白银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公交运营已恢复正常，相关部门正在处理驾驶员反映的问题。16时40分，白银市公交热线工作人员证实公交停运情况属实，并表示部分公交线路已陆续恢复，欠薪问题正在处理中。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地方政府啊借100亿，愚公移山啊，把一座山啊从 A 搬到 B 点，那么在政府的这个账面上啊，就会形成100亿的负债。但是同时啊，另外一边，对吧？它账本另外一边啊，会形成100亿的资产，这个资产就是 B 点的山呢。所以从统计数据上看啊，地方政府的 GDP 增长了100亿。然后这个移山的人呢，对吧？那就有了工作啊，100个人去移山，200个人去移山，那200个人的工作，对吧 ？GDP 也涨了，这个工作是不是就业也多了？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把山从 A 点移到 B 点，那 B 点那个山它是无效资产，它不产生价值，那这100亿到哪儿去了呢？实际上这100亿就变成婆罗门的收入，对吧？在婆罗门的口袋里面，最后就变成上海的这个8000万的一套的房子，30万1平米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政府借债的这个模型呢。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我们看着各方面数字啊都非常漂亮，但是伴随的是地方债务狂飙，是普通牛马韭菜感觉挣不到钱。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数字很漂亮，5.0，对吧？ GDP 5.0嘛，然后这个人均叫可支配收入又涨了，但是具体到韭菜，具体到牛马这儿，那是又跌了。总的蛋糕是在缩小的，但是我们看到上海，对吧？8000万一套的房子，30万1平米的房子秒光，那就说明有极少部分人还多分了蛋糕。蛋糕本来在缩小，极少部分人还多分了，那大部分人的蛋糕是在缩小更快。
那怎么你的可支配收入还涨了呢？那是因为是平均的嘛，把你跟那个买8000万一套房子的人放一起一平均，哎，你的是涨了。用平均数啊，实际上就掩盖了贫富这个分化矛盾加剧。所以咱们得出个结论呢，就是化债啊，如果没有一个透明的机制，没有更好的监督，那化债只会是债是越化越多，然后呢，少数人是越来越有钱，婆罗门、权贵，他们拥有的资产，对吧，急剧膨胀，而牛马只能看着那个平均数字在涨，而口袋却在不停的萎缩下去，越来越瘪。地方政府这些无效投资啊，它就像那个抽水机，一头插在你的口袋里面，一头就塞在那个婆罗门的口袋里面。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